今天结束了这场比赛，我觉得自己也蛮放松的现在。那第3局其实投的蛮不错的，那自己投起来跟前2局不一样吗？还是做了什么样的修正？我觉得第3局应该是开始慢慢进入状况了。可能1、2局都是给自己的太多的期望，然后还有回来第1场比赛，我希望自己会有好的表现这样子，然后其实反效果，然后第3局比较顺利。今天心情是怎样？是亢奋的吗？还是紧张的？还是？其实多多少少都是亢奋吧。然后因为相隔上次的先发要回溯到1年前的比赛，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嘛，所以在老虎队出赛是以中继的1局的表现，所以对先发长局数的表现是隔很长时间的。然后对自己在先发这个位置，说真的没有那么多正式比赛，有点不太安定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表现，我觉得对自己来讲是很 OK 的。然后尤其是第3局，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，就开始好像又回到先发投手这样。刚洪总说觉得好像对方有抓到你的节奏，你自己觉得？我觉得回到亚洲打球，我觉得多多少少都要开始要去钻研这个部分，对。什么部分？就是一些小动作部分，因为亚洲打者不管日本、台湾、韩国，我觉得他们敌对都看得比较仔细啊，对。今天有没有哪个部分是你觉得自己比较满意？比如说球速啊，还是什么地方？我觉得整体都还不错啊，至少是像从做操，然后自己找回自己的热身的节奏啊，还有对于场上的一些心态，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。第4局你自由。大家好，我是射箭选手张志军，掌声欢迎！这个是在最近的摄影赛事都有看到，在8强赛他当时击败2、1，请开球。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。没有见啊，左投，来看一下前面的镜头。其实自己就是蛮紧张，还有点就是可能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所以其实讲话刚刚有点词穷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就是很兴奋可以在这边帮大家加油。那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如何？在我的意料之外，我以为我会挖地瓜，但其实球就很直的到捕手手上。那听说就是志军平常也有在，就是小时候有在看棒球，然后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偶像，那就是峰哥，那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台湾的领袖，可以这么讲。好，最喜欢峰哥。对，可能我认为每一个数字都有它的意义，那我自己也蛮喜欢7号这个数字，就像我在比赛的时候也有加射，就是不管对谁加射，我都是拿7号键出来，就是一个幸运目这样。像我自己射箭就是用右手，那其实打棒球的挥棒也是用右撇，那像羽毛球、篮球其实都是用左撇，就可能有持拍类或是需要做一些就是比较像固定动作，都是用左手在做。